啉这个水的，拢袂个喙焦，多多囡仔啉我要互恁的水，会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你的内面，诚做水泉，直直穿起来，到永远活。天父疼世间众人，想事独生圣感，消化一切污秽罪过。天父上帝是疼，咱做伙开喙，来吟这首天父疼咱世间众人。咱开喙出声来吟，也来吟味上帝的疼。姊妹来吟。咱做伙。主爱的上主，感谢你的疼，你伫万人中拣选我，伫打扫无水的人生，你想出阮生命的活水。你知阮的需要，也用你永远的疼接纳阮。阮要当心伫你的面前，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
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谢谢。上帝话伫启应文54，马太福音第5章。上帝话，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一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心上所应允的土地；了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马掌；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一款人的。咱三个来祈祷，这个天还未生出，地到世界你还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也是丰盛慈爱、个信实的上主。阮感谢学了你的性命，慈悲疼痛的上主，你的恩典逐日看顾阮，你的怜悯无一日离开阮。感谢你伫无用混乱的生活中，搁一摆组织阮来到你的圣殿。这时，阮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敬拜亲近你，求你帮助阮用心用真实来调见你的面，也求你监察阮，知阮的心思，试验阮，知阮的意念，看阮内面有啥物歹所行无。互阮通进入你的恩赦，阮承认家己的软弱甲有限，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也用你救赎的恩典换新阮的性命。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活命的话，亲像水泉，常常润得阮孤单的心，也你的话所发出的光，通互阮看见家己。恳求你帮助阮注目看你，免得阮常常无用过头，只有加添烦恼甲重担。求你互阮无依靠家己的气力来生活，却忽略你的同在。做男佮做女的上主，今仔日是妇女主日，阮特别感谢你，伫社会、教会甲家庭中，有侪侪姊妹忠心徛在，点点服侍。感谢你赏赐因有信心、疼心甲耐心，成做家庭的祝福，也成做教会重要的气力。求你继续坚固因的信仰，互因的生命伫你内面得到满足的喜乐。主啊，求你纪念阮中间身体欠安的兄弟，阮的义兄兄今仔日欠食，伊一向忠实徛伫你的面前，也坐伫阮的中间做伙敬拜。一礼拜因为身体衰烂入院，上主，你无所毋知伊的需要。你互阮诚侪肢体，也帮助阮看见阮的责任，也为着保金节献上感谢。你保守看顾，伊已经出院伫厝内静养，恳求你继续医治甲保守，也甲伫线顶礼拜安徽节庄明兄弟弟。虽然无方便出门，阮的心马上结连。求你看顾安徽节，恢复伊手骨的气力。经历你以马内利的平安，也有侪侪真久无看见的兄弟，无论伫倒落，上主你无所
不知也无所毋知，阮逐人的境况，求你圣神亲自安慰引带伫因所徛起的所在。上主，你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愿要斟酌听你话名有力的话。今仔日，你差派路秉喜牧师伫阮中间，要来阐明你真实的道理。求你开阮的耳孔，互阮毋但听见声，也真正听见你的呼调。帮助老牧师，也帮助阮，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你的祝福。愿你圣神即时伫阮的中间，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愿安尼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今仔日是妇女主日，咱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耶稣伫井边甲一个妇人人相拄的故事。咱做伙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5节到30节。约翰福音第4章5节到30节。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加，经雅各互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线，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略伫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啊？”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耶稣应伊讲：“世事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一水，你的确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妇人人讲：“主啊，你无抢水的器具，井阁深，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愿主雅各留即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你减比伊较大嘛？”耶稣因伊讲：“啉即个水的，拢要阁喙焦；独囡仔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活。”妇人人对伊讲：“主啊，用即个水互我袂喙焦，也免来遮远抢。”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才过来。”妇人人因伊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妇人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愿主捌伫即个山敬拜。若是你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妇人人啊，着信我，时要到啦。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毋知的，愿敬拜阮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但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妇人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就是。”迄时伊的学生到，奇怪伊甲妇人人讲话，都无人讲。你要啥物代志？还是讲
你啥事甲负责人讲话？负责人随时放下伊的嘴bàn入城，甲人讲：来看，一人我平素所做的事，平素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即个总无是基督嘛？伊就出城来就近耶稣。咱即时要请圣歌妇女团契诗班来赞美，伊要带咱赞美的是为着荣耀主。
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踮伫主日的早起来到伫你的面前。主，愿你将你的话赏赐互阮，愿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生命中间，互阮会当对你的话得到帮赞，也领受恩典甲祝福。愿你的神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伫咱的教会，甲咱踮伫遮同齐敬拜。今仔日也受到我的同学吼，咱的牧师邀请我会当来到伫高庭教会。其实我踮伫即附近住真长的时间吼。我对细汉对读册开始，我拢住伫和平西路牯岭街口，安尼有近无？足近的吼，所以我细汉读国语实小、中正国中的，所以我有真长的时间住伫这附近。来到伫咱教会，其实嘛有几摆的时间踮伫大学的时阵，来到伫咱教会甲大专团契来到伫遮献诗。所以我讲算像讲，等的成人主日学的时间，可能逐个人关心个野球比赛会关心，我要讲啥搁较济。好，迄摆印象足深的2003年世界杯棒球赛，迄天我踮伫高庭教会做礼拜。我甲一群大专团契的人踮伫遮献诗，逐个人拢踮伫遮，拿献诗做礼拜看。陈金峰拍2支轰不让，所以咱期待等下会有即款结局好无？所以到底教会对咱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呢？咱会定定经过教会，会定定有机会来到伫教会中间，总是咱敢有想过，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无论是对基督徒来讲，也是对毋是基督徒的人来讲，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呢？有的人讲，这是我自细汉开始成长的所在；有的人讲，这是一个我会当踮伫遮休困、啉一杯咖啡的所在。重要的是，到底我踮伫遮会当经验着什么？我想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来到伫教会中间，咱拢咧学习如何会当踮伫遮创造一个有意义，咱人甲人中间会当相拄的机会。踮伫福音书内面的故事内面，咱会不断看见，其实耶稣一直咧做这项事。当伊拄着一个人，当伊甲一个人讲话的时，伊拢咧创造一个有意义、彼此会当相组织、相拄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要做啥物？是帮助人会当定心。你若踮伫亲恩的时阵，会当对亲恩阁爬起来。若是你踮伫绝望中间的人，会当对绝望中间定心阁得到新的愿望的所在。所以咱讲，这个所在是敬拜的所在，是咱共同成长的所在。这是会当休困的所在，会当啉咖啡的所在，总是咱也期待踮伫教会中间，咱会当拥有一寡特别的意义。亲像我头拄仔所讲的，我对高庭教会印象就是迄2支红不人。来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踮伫一口水井的身躯边，踮伫迄个边啊。耶稣离开犹太要转到伫加利利的时阵，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城，叫做苏加。咱若是了解读遐尼侪摆圣经，咱拢会当体会到犹太人甲撒玛利亚吼完全无咧交往的嘛。几世纪以来，其实因就是彼此诚做对敌，逐个人拢无想要交叉。所以，咱就会当去了解到，当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阵，这个门徒咧想啥？你哪会选这条路？遐尼侪条路会当选，你为虾米要选这条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完全无任何的交叉啊！你为虾米要行这条路？踮伫这条路的时阵，伊阁行到伫苏加城的一口水井的身躯边，踮伫这个边仔的时阵，有一个妇人人踮伫遐嘛，对无？有一个妇人人踮伫遐，咱会当了解，这是耶稣主动要来到伫这个所在。因为若是你要选吼，你绝对袂选遮。亲像有个人踮伫这几年中间，你袂选要去花莲对无？对，有足侪人会选莫去花莲。
对，若是会当选，你袂选这条路，所以是耶稣主动要来到伫即口井的边啊，也踮伫遮拄着即个负责人，拄着即个负责人踮伫透中昼的时阵，踮伫遐要抢水啉，也踮伫即个故事要发生的时阵，会当去体会到，即我头拄仔讲的，耶稣要创造一个有意义、彼此相拄的机会，嘛踮伫遮要进入一个生命重新连结的机会。耶稣对负责人来讲，请你互我水啉嘛，请你互我水通啉。面对着一个青训的犹太人，阁是查甫人。要一个负责人，撒玛利亚的负责人讲，请你互我水啉的时阵，这个负责人心内底绝对是惊吓的。哪有一个查甫人会踮伫遮咧？而且踮伫这个井的记载中间，旧约圣经内面讲到井，你会想到啥物？旧约圣经内面若是讲到井的时阵，咱就会想到以撒甲利百加。嘿，因踮伫井的边仔，雅各甲拉结也踮伫井，摩西甲西普拉也踮伫井，啊，这拢代表啥物？这拢代表婚姻啊，这拢代表婚姻。所以踮伫这个时阵，踮伫井的边仔，因会当相拄的时阵，你代表会敢会是婚姻吗？咱会当讲，踮伫即口井的边仔。除了是人的需要会当得到满足以外，搁进一步的是要建立人甲人生命中间的结连。所以踮伫遮，一个查甫人甲一个女性的相拄，一个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相拄，咧表达的是人会当真心搁建立新的关系，人会当搁有新的可能性。所以耶稣主动发起这段对话，伊搬过负责人家己所咧安算的，嘛已经搬过社会一切的界线。所以这个对话继续落去，负责人对耶稣讲：啊，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哪会我一个撒玛利亚的负责人讨水啉呢？耶稣佫回答啊：你若知影上帝的文字，甲现在对你讲，要互你水通啉的人是啥人？你就会求伊伊嘛会将活水互你。耶稣进一步讲啊，你踮伫遮所抢的水是会吹大的，总是我所要互你啉的活水是永远袂吹大的活水。听了以后，负责人讲啥物？真好，安尼会当赶紧互我无？安尼我以后免阁来遮抢水啉嘛。活水是啥物？活水所表达的是一款生命会当换新的气力，伊也帮助每一个人会当赢过过去的罪恶，赢过侪道德的限制，会当帮助人重新搁写新的故事。所以耶稣要互这个负责人的是生命的活水。踮伫这段时间，咱对这2个月中间，咱会发现讲。踮伫社会新闻，咱会看到，因为一部真奇怪的电影，对无？因为一出真奇怪的电影，所以逐个人开始咧讨论台湾历史爱安怎，爱补课啊吼！逐个人拢咧重新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发生了啥物事，所以咱有看到侪少年人去到伫义工教会嘛，踮伫遐要了解到底即个土地中间发生了啥物故事，无论是一款流行，也无论是真正想要去理解，这拢带予教会一个新的可能性。到底教会，尤其咱的长老教会，自古早到现在，遮尔长的时间踮伫台湾这个土地顶面，咱也记载着这个土地所发生过一寡痛苦以及成长的意义的时阵，咱如何帮助每一个来到伫遮的未信者，也是少年人补课咧，重新了解台湾这款这个土地的故事咧。其实这个答案真困难，要抢到迄个活水，是咱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会当去摕到的。总是我想，咱会当对咱家己的生命出发，
重新去看讲，到底踮伫过去到现在，我经验过啥物？我是安怎行到现在的我的？亲像我一开始甲大家分享，自细汉到大汉，我拢住伫这附近，所以我定一直对遮经过，踮伫遮，这全部拢是我生活的所在。大学的时阵，我读政大，所以嘛共款一条路，236度安尼坐到伫政大，所以我一直踮伫即条路咧行，到伫新学院的时阵，才读大神。有真长的时间，我踮伫台北。新学院毕业迄一年吼，我心内底一直咧想一项事，我敢会当莫阁住台北啊？所以我足紧张的，逐个人抽签足紧张的想，足惊抽到那金马奖，毋是活倒。我是一直咧想讲，我敢会当莫阁留伫台北？所以迄当时我看到有机会会当自愿到伫东部的时阵，我自愿到东部中会。总会后来差派我到伫东部中会的新港教会，台东的成功镇，到伫遐，就是一个我家门前有，我家门前有大海，后面有海岸山脉。对，我家门前是太平洋，后面是海岸山脉，这拢爱教一个台湾地理吼。有当时啊，足侪少年人啊，甲我讲后壁叫中央山脉，我讲毋是，海岸山脉是伫头前过去才中央山脉。对台北到伫台东，进入一个我完全无熟悉的所在。我对我家己讲，我要学习成做一个台东人。但是要学习成做一个台东人，到底要安怎开始咧？是踮伫教会内面，咱拢会做真侪事工，所以教会有社区的事工嘛需要探访会友，嘛需要主持家庭礼拜，有足侪的机会去认捌即个土地。但是过来，到底我要如何真正成做一个台东人？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读真侪宣教书的故事，踮伫台东有咱天主教的修士，这神父修士的故事，叫做海岸山脉的瑞士人嘛。有真侪故事踮伫遐。后来我前一阵过去这5年踮伫台南，我嘛读到真侪宣教书的故事，我渐渐去发现讲，要学习成做迄个所在的在地人。必须爱建立踮伫每一个人真正对这个所在有决志，以及我真正疼这个土地，会当真正成做在地人了后，性命才有机会通好换身。踮伫新港教会一项真特别的记忆是，有一间厝体即摆看起来真水。但是我去的时阵，这栋厝已经80几年，然后逐摆风台来拢咧漏水。踮伫遐漏水的过程，我一直咧想，教会要安怎来修理这栋厝咧？其实足困难的。我一直咧敲找到底活水伫对，活水是啥物？经费踮伫啥物所在？你要对找经费，以及你要对找会当修理这栋厝的人咧。这是一段真困难的过程，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讲，这栋厝有伊的故事，所以我开始补课对台北离开了后，我其实无熟悉台东的故事。当我读这栋厝的故事的时阵，我发现讲，这栋厝是一个日本人所留落来的。迄个日本人是迄个所在新港支厅，伊是新港支厅的支厅长。意思就是迄当时上界悬的迄个管理的人吼，伊任内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建设新港、渔港，以及后来规个镇的所有城市的规划，拢是踮伫伊任内完成的。所以当伊完成这个任务了后来日本政府讲要甲伊调走，这个日本人讲我袂走啊，我要施官住伫这个所在。所以起这栋厝成做伊个人的别庄，这记载是伊的故事。
后来伊过身啊，1943年伊过身啊，大战了后，所有日本人拢送转去日本啊。过1年了后，咱长老教会基督徒一个真重要的家族高架的一个医生高端入医师买一栋厝，踮伫头前咧开医生馆，后面是伊徛起的所在。也对迄个时阵开始，新港教会阁重新建立起来。济镇内的人拢甲我分享，只要超过55岁，只要超过55岁的人，拢会甲我讲，因细汉的时阵拢有迄款经验，就是发烧，然后父母甲因爱来即栋厝来找高医生。只要进入迄个诊所内面，因就开始惊。为什么会惊？就是爱注射。所以大概超过55岁的人，拢有即款的记忆。当我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原来一个空间会当代表啥物？会当代表对日本时代到伫后来，对政治开始、经济开始、医疗、宗教，所有的故事拢会当连伫一栋建筑物的内面。所以当我开始要思考安怎来修理这栋厝的时阵，我家己的性命嘛甲这栋厝结连做一伙。后来上帝真特别的安排，上帝带领一毋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踮伫这中间，所以你即马看到这栋厝是水的，这已经修理完成啊。所以我讲的是，迄个活水是啥物？当福音进入人的性命的时阵，咱会对一个咧憔悴的人，忽然间咱发现讲，咱参与踮伫基督的故事内面。所以我开始发现讲，迄个宝库是啥物？迄个台湾历史的宝库是对即块土地的认同，然后重新去看到福音如何定根踮伫即块土地，咱会当看到新的可能性。后来真趣味，5年外之前我到伫台南东门教会。台南东门教会是一间真有历史的教会。对修理厝，即摆无修理厝啊，即摆换修理其他的物件。即摆佫修理迄个纸，就是1922年100几年前的烧毁记录。有一个修复的团队甲我做伙同工管，因咧修复，我咧看到底遮个资料咧写啥物。有一个真特别的记载，踮伫差不多1923年左右，我看到迄当时东门教会的烧毁记录，伊记载讲，因为女性的信徒愈来愈侪。因为迄当时是中营中学、中营女中的学生全部拢到东门教会做礼拜嘛，所以记录内面咧表达的是，因为女性的信徒愈来愈侪，咱需要有女性的职事啊。所以伫1923年，伊开始设立女性的职事，经过几年了后，就创立女性的长老。这是咱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面上早有女性长老的教会，所以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我阁发现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故事，而且东门教会即马的名叫做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大家人拢会真直接咧想讲，安尼这个纪念啥物人？北克的牧师，大家拢会想讲是北克的牧师对无？所以这间教会应该甲北克的牧师就有关系吧？我讲这敢若对一半尔。因为真正足有关系的人是啥物人？是 Mrs. Buckley， 是牧师娘。东门教会的设立是因为巴克利牧师娘，伊本身是一个护理师，伊来到伫台湾了后，踮伫东门，伊看到足侪弱势的人需要照顾，所以伊将遮的姊妹，特别是孤儿寡妇组织起来。望教会会当踮伫遮建立，所以伊设立团契，邀请别个的牧师来牧养，才有今仔日的东门教会。所以我读到遮个故事的时阵，我发现讲，东门教会一开始就是一间以女性正做中心的教会，对一开始就关心女性啊，就是因佫是一个宣教师的夫人，伊看到即块土地的需要。
所以进入到伫即个土地中间，然后会当帮衬济济弱势的人，照顾济济出外的人，所以才有今仔日个教会。嘛，照着安尼，东门教会的地理边仔台南新航医阁新老病院，教会公报社、中营中学、中营女中，后来点伫遮，咱看到是宣教师一个新的意向，是伊望点伫即个区域，通真做咱长老教会会当定军的所在，对教会来支持每一个机构，点伫医疗、教育、文字。中学教育济不断来成做即个土地的祝福，所以我才发现讲，其实对历史重新的理解、敲吹，也是帮助咱会当重新认捌福音的机会。福音会定军点伫咱的生命中间，是因为咱成做一个愿意去敲吹的人。总是这个故事也未点伫遮就结束嘛。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对话，听起来是要去敲吹活水，嘛听起来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总是耶稣踮伫遮，忽然间伊开始一个长话，伊问伊一个问题是啥物？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个妇人人去找伊的丈夫，这就开始出问题啊！这个妇人人回答讲：我并无丈夫。耶稣讲：你讲这是安怎？是对的，因为你安怎？你已经有5个丈夫，但是你现在有的，你即马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讲即句话，确实是真的。请咱注意哦，耶稣踮伫遮，敢若表达一个事实那尔。伊敢若表达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妇人人确实过去有5个丈夫，现在甲伊做伙毋是伊的丈夫。但是耶稣无安怎？伊无指责到底伊是对还是毋对嘛？伊敢若表达这个事实。当耶稣安尼咧表达的时阵，咱会当去体会到，伊创造一个尊重人以及接纳人的环境。伊去创造一个款待的空间，互这个妇人人会当对迄个原本是要封闭的，然后现在放落来，重新学习，成做一个，伊嘛成做一个来找道理的人，成做一个听道理的人。我想这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惊别人讲出咱是一个有犯过啥物罪，咱真够定罪。但是耶稣踮伫遮所讲的是，伊创造一个尊重、接纳的空间，伊创造一个款待人的空间，互人有机会踮伫遮去面对新的转变。后来，这个妇人人佫进一步开始咧对话，因咧讨论啥物？到底应该踮伫啥物所在敬拜嘛？到底应该踮伫啥物所在敬拜？恁的祖先讲踮伫遮，阮的祖先讲踮伫遮，到底应该踮伫啥物所在敬拜？耶稣才会接即句话讲：迄个真正咧敬拜爸的人，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耶稣主动接纳每一个生命拄着困难的人，伊创造一个空间，互人有机会自然而然踮伫遮发生改变。我想这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真正的款待是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互人会当踮伫遮自然而然来产生新的改变。这个话讲煞了后，妇人人佫讲啊，我知有一个弥赛亚，称做耶稣的人要，称做基督的人要来。耶稣踮伫遮讲，我就是。踮伫约翰福音内面，耶稣讲足侪摆，我就是。但是踮伫遮，伊是伊头一摆真清楚地讲，我就是弥赛亚。伊向啥物人宣告？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宣告讲，我就是弥赛亚。耶稣搬过国甲国的界线，
耶稣搬过历史过去两个国，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冲突，也搬过男性甲女性的冲突。耶稣主动来接近这个负责人，踮伫这个空间内面，来听候伊的生命要发生转变。对照第3章，第3章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尼哥底母嘛，伊来找耶稣，踮伫黑暗的时阵来找耶稣。结果现在这个负责人是踮伫透中昼的时阵，伊咧面对耶稣。这个空间是耶稣期待这个撒玛利亚的负责人会当自然而然发生转变的空间。后来这个负责人随时放落遮的水盘，伊就走入去城内面，成做一个见证人。正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伊生命的欠缺已经受到补足，伊生命中间迄个喙焦已经得到真正的活水啊！教会敢会是即口名叫做款待的水井吗？人来到伫教会中间，咱到底为何每一个毋是教会的人、未信者，因经验着啥物吗？踮伫过去这差不多1年外的时间，有一个姊妹，1年外之前有一个姊妹，因为参与踮伫长老教会坐社会关怀的活动，所以伊对教会开始有一寡较正面的观感。有一天，伊踮伫网络顶面发一篇文讲吼，我毋是基督徒，但是我想要参加学手团也是诗班，毋知影啥物所在会当去无？我踮伫网络顶面看到即篇文吼，我就常常会踮伫下面甲伊回讲吼，台南东门教会圣歌队练歌的时间是啥物所在？啥物时阵？你若有兴趣，无你来看卖好啊。一般来讲，大概所有人的经验吼，拢会安怎？大概都无人会阁插你啊。无想到讲，即个姊妹真正来啊！伊差不多30几岁，伊真正出现踮伫教会内面。我问过队长讲，安尼恁敢愿意接受？队长甲我分享讲，伊若是真正逐礼拜足认真来练歌，也真正逐礼拜足认真想要甲咱献诗，咱嘛袂当拒绝因啊，拒绝即个姊妹嘛。结果真正，即个姊妹逐礼拜足认真来练诗，足认真参与献诗。毋是基督徒的人，拢惊讲吼，迄个奉献伊敢袂使？结果伊甲我回答讲，来教会遮阁有冷气通吹，逐礼拜参加圣歌队，阁吟遮尔水的诗歌，阁听到迄抒琴弹了遮好，那亲像音乐会，我只要奉献，一点仔尔，那亲像买门票共款，安尼听起来袂歹。伊就真正安尼足长的时间，固定拢参加踮伫圣歌队内面，但是伊也阁继续甲我讲，来到伫恁教会中间吼，恁敢会甲我压去受洗？伊就想讲，因为过去的经验拢是大学的时阵，有人要招伊去教会，就马上要甲伊带去受洗，所以伊对教会足惊的。到有一天。教会的关怀的团队甲伊约讲，想要探访伊，伊心内底就想讲，总算要来啊嘛，总算要来啊嘛，安尼我应该安怎来回应呢？结果3个人来甲伊关怀探访的时阵，伊才发现，奇怪，这个人无硬要爱我受洗，因颠倒是。一直咧甲我分享因生命的故事，人本来食薰来到伫教会了后，就忽然间改薰啊，开始咧分享遮真水的故事了后，伊发现讲，对迄天了后，我发现我家己踮伫遮，真正是受到济人的款待。我袂晓唱的时阵，边仔的姊妹拢会教我唱，即马到底安怎唱，然后破点伫啥物所在。然后阁有济人阁会招好我。后来伊家己做一个见证讲，伊讲有一日我可能会受洗，有一日我可能会互恁的上帝
找着我，互我有机会真正成做耶稣基督的查某囝吧。款待，互人的生命有机会产生改变。咱嘛会当看到讲，这是耶稣主动将一个姊妹带到伫教会中间，也咧听见伊生命的故事，然后经验新的转变。另外一个姊妹的故事是一个，我讲啊，恁拢知影是虾米人？这个人我拢叫伊菊兰姐。菊兰姐就是郑南榕的太太嘛。菊兰，所以台湾历史的补课啊，这个课嘛是爱继续补。伊踮伫2019年的时阵，踮伫东门教会受洗礼。我2020年的时阵，到伫东门教会，伊毋是定定来教会，但是伊拢会有机会的时阵邀请我到伫因兜，踮伫遐，我一开始接到叶菊兰的电话，我规跳起来立正站好。伊就亲切邀请我到伫伊的厝内面，甲我做伙分享。我问伊讲，菊兰姐，你遮尔长的时间，其实对郑南榕的事件了后有真长的时间，伊拢有接触教会，但是你哪会踮伫年纪遮尔大的时阵，你才愿意受洗咧？伊开始甲我讲伊的故事，伊讲踮伫因家庭中间上介困难的迄段时间，就是代志发生了后。一直其实对代志发生进前，到伫代志发生了后，逐日拢有长老教会的牧师踮伫因的家庭中间，甲因做伙祈祷。有真长的时间拢咧关心，但是伊家己甲我分享讲吼，会到伫年纪遮尔大才受洗吼，可能是因为我感觉我家己足厉害。是啊，伊是一个真正足优秀的人。伊真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会当真做咱行政院的副院长，然后即马阁是总统府的资深。伊真正是优秀的人，但是伊阁继续甲我分享讲，到伫年纪遮大的时阵，我发现讲，毋是靠我家己的气力会当做啥物，所以我发现，当我决定要受洗的时阵，我会当将我的生命交伫一个比我阁较厉害的上帝手中，迄是生命真大的福气。这是伊不断咧甲我分享的，但是因为伊工作足无闲的，进前有进前的工作，最近这几年阁做圆山饭店的董事长，所以伊较侪时间拢踮伫台北。后来我有一摆过年，伊邀请我到伫圆山饭店，踮伫伊的办公室内面。伊讲，逐摆我请牧师来，拢是我要认罪的时阵，因为实在伤过无闲，拢无法度去到伫教会做礼拜。但是邀请牧师来是希望牧师踮伫遮替我祈祷。面对侪工作的挑战，面对侪艰难，圆山饭店老实讲足困难的，需要上帝的开力。所以踮伫遐咧替伊祈祷的时阵，后来伊拢会讲，每一摆体会到上帝解决圆山饭店咧经营足侪困难的时阵，伊拢会甲边仔的人分享讲，毋是我厉害，是我后壁迄位上帝，真正成做我生命中间上介重要的力量。这是菊兰姐的故事，几十年的时间呢。对郑南榕的事件了后，到伫伊受洗，行到伫今仔日，这是几啊十年的时间，是拢有教会兄弟姊妹，拢有牧师咧陪伴这个家庭。总是伊嘛讲，但是无任何一个人强迫伊爱来到伫教会中间，是到伫后面，伊自然而然去发现讲。自古早到现在，受到遮尔侪人的照顾甲款待，我会当确信有一位上帝会成做我生命上介重要的开力，所以伊决定要受洗。教会话是
即口会当款待侪人的济嘛。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中间，咱拢咧经验有意义的三度啊。所以即口井的名叫做款待。我要用我写的诗来做一个回应。踮伫城甲城的之间，踮伫历史甲偏见之间，即口井供应人甲人的需要，牵起人甲人的双手。你行往一个孤单的身影，开始一段真实的对话，挥别过去的忧愁，迈向新生的愿望。转变的契机，毋是受指责，毋是受批判，乃是踮伫自由的空气内面，得到尊重，也得到接纳。即口井名做款待，原真理带着温度，用心灵献上敬拜；原圣洁带着灵敏，用诚实切起伪装，互每一个喙焦的人踮伫井边啊，得到活水。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教会的即口井名叫做款待，咱需要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互每一个喙焦的人踮伫即口井的边啊，领受着活水。当然，咱嘛是需要活水的人。愿上帝帮助咱，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不断体会着，当阮踮伫亲恩、踮伫困难的时，你永远主动接近阮，将活水供应踮伫阮的生命中间。愿主继续使用阮，成做你的器具，互阮也同齐起造属你的教会，互教会即口井继续成做一个款待的所在，互每一个需要的人，因的生命踮伫遮，自然而然经验着生命的转变。阮踮伫遮，愿主使用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们。感谢老牧师今仔日的信息，互咱的教会嘛，才做一个款待井，互所有枵喙焦的人会当伫遮得到活水，也互咱伫野生的时阵伫遮得到重新的快乐。咱做伙要来吟这首圣诗，新的改名，来用新的改名来成做咱信仰的回应。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甲用543，我爱学主的款式来回应上帝的听。我
这咱必办心来奉献。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今仔日，耶稣伫井边甲撒玛利亚妇人人的相拄，互阮看见你的疼甲款待。你知阮的软弱，却无定阮的罪，反倒用真理甲恩典，互阮得到活水，得到新的生命。天父上帝，今仔日，阮将所得到的恩典，甲阮手中的奉献献伫你的面前，求你干纳，嘛求你使用，互教会伫即个土地，亲像一口活水的井，接待每一个来找求你的人，嘛求你帮助阮，毋但是领受活水的人，嘛诚做分享活水的人。愿你的疼透过阮的生命，通流出去。愿同心合一，伫你面前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真欢喜，咱会当有科学书的同学秉心牧师伫咱的中间，过来伊就要对台南东门来到中仑教会，咱真欢喜，今仔日伫咱的中间，甲咱分享信息，多谢。跟咱无枢纽嘛，无枢纽甲伊的立盘跟立新都有来。我拄仔有问着囡仔的名，结果我竟然袂记问无枢纽的名。无枢纽敢伫教会亲像是无枢纽。萧琼子，对，无枢纽的名就好听诶。盘卡对，盘是那个磐石的磐，磐石的磐，这个童工，好的，好的，恁两个伫主伫不。立盘在后面，好，伫钟杰老师的后边，哈，欢迎。那立新跟牧师娘在儿组里面，好，咱那边阁有咱的成人主日。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下这位的妇女事工来关心代祷。咱今仔日的也有新朋友对。那个就是曾艳芳是为人的妈妈，嘿，好是为人的妈妈，伊伫咱的中间真欢喜，过来就是咱今仔日的礼拜煞，会邀请老牧师甲咱分享成人主日的专题，伊的题目是四后的报道，我想应该是真趣味啦。咱其实也无通转播，所以咱就专心听。过来是后礼拜是男性的奉献主日，咱本会有邀请到黄哲彦牧师要来讲道，咱的牧师要去到赤峰街。教会交换讲台，所以咱嘛为着牧师因会出外，为着伊的出入平安祈祷。后礼拜甲即礼拜甲后礼拜，因为拢是外来讲员，所以咱的华语礼拜是联合礼拜。
所以无论是伫线顶还是伫实体，咱拢做伙吼。今仔日下晡生日主日学会了结束1:30，咱伫副堂要召开中级会，请咱的中级备办心来出席。3月17是咱少年大学的开学日，所以伫顶礼拜5已经开学啦。返校是返校日啊，所以3月17吼就要开学，就是后礼拜。所以咱请袂，即个听讲有30几个人，30、40个人开学返校的时阵，所以咱仍然是会使时间拄好，咱拢会当来上课，因为我感觉迄课程真丰富吼。后礼拜是成年主日学，咱要邀请嘉恩执事，伊要分享伊的澳洲的Working Holiday Part 2，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所以咱顶一届听了无够煞拍，无够煞开，后礼拜过来听。过来是4月11，咱的廖我孙娘90岁生日，感恩礼拜，所以4月11下晡3点。好，伫咱礼拜堂，咱要做伙来做一个感恩礼拜。过来就是按2月28到4月初2是伫咱的教会节期大斋节期，就是预苦期、四旬期，是国外这进前40天，所以这段2月18到4月初2这段时间，请咱家己有灵修的生活来学习克己。准则甲悔改的生活，互咱会当做伙来灵修也反省，省察咱家己也祈祷，用祈祷的心，甲耶稣同行即个受苦的路。请咱家己安排，逐工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灵修祈祷。教会搬过来12楼偌久啊？毋知偌久。但是30、40年啊，30几年啊，所以咱的影响设备拢已经真久啊。咱要开始来，咱今年有一个真要紧的工程，就是要来改善咱的直播、影音，甲咱的空间的需求。所以伫咱的小会544摆会议第3案，有通过影音设备的更新。为着即个影音设备的更新，即个咱有一个差不多80万的预算吼的支出，所以咱欢迎咱的兄弟做伙来关心，也来带导。若是对即个更新的代志有想要进一步较侪了解，你若想讲我想要搁较侪啊，还是讲我会当提供一寡消息，拢会当甲咱的同工市庆斌长老，还是客营长老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过来春季教会神学成长班，伫即礼拜、顶礼拜已经开始啊。顶礼拜3月14，拜3开始，间隔的礼拜3，过来是3月18，拢总7节课。您一定爱来，真精彩，真的很精彩。我家己有来，我毋是讲我家己有来，是安尼，因为我其实报名即个课的时，我是当天报名的。我真惊我袂赴来，所以我拢当天我来，我才拿报名费，我实在是歹麻烦。但是我来我就欢喜，因为张庭玉老师，伊是台神的教授，伫迄节课内面，咱要上的是教会与神学，好认识上帝，教会与我。其实他的7堂课里面也有，就是神学，在这个神学的系统里面。我其实为什么丢报名，是因为想讲神学是毋是足无聊的，还是讲听起来足硬斗的，无拍算，足好听的。咱若会使时间，请咱来。3月，过来是3月18，暗时7点10分到9点10分。其实无上课的时阵，老师讲叫阮休困，我其实想讲毋免休困的，继续搁讲落去。真歹势，真诶，我毋是甲恁讲白菜，我听了足有滋味诶，所以请恁拢来。咱后只，阮即届上课是伫副堂，因为人无真济，但是咱若人济时阵，咱就会当伫礼拜堂听来上课，吼。好，过来就是淡水上长老诶纪念奖学金诶申请，咱已经开始啊，请咱诶有资格诶兄弟会当来
申请，拢唔通客气。啊，所以呢，因若有写什么文章见证，咱会下咧旧报内面。搁最后一个咱的集体的消息就是咱的姊妹崇安。就是林佩姐甲伊的查某囝崇安，要伫3月21伫东门教会要举行婚礼。今仔日伊有载因的喜饼来伫教会要甲大家分享。啊，所以礼拜三咱伫外口陈主呢？我叔公陈主，好，陈主结束后一定要留下来哦，是很好吃的喜饼。好，安尼咱今仔日来报告到这，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正就感谢上帝恩典吼，会当互咱固定教会吼，伫老牧师百忙之中吼，会当有今仔日的时间吼，邀请来到伫咱的中间，因为牧师足无用的，伊的演讲甲伊的服侍吼是真满，所以我知影伊要起来到伫台北服侍的时阵吼，因为我们两个平常就会聊天吼。我马上把握上帝的机会，他讲牧师，我唔知你讲会当半时间吼来到伫阮的中间吼来服侍吼。我同学非常的那个讲义气，他说好安排一次给古婷吼，对我好其他的时间拢满，所以敢有一天，所以嘛搁一遍伫感谢的内面感谢上帝感谢。秉信牧师吼，今仔日来讲道，也来分享神主吼。各位兄弟姊妹，机会难得，你像在事业布道要请他出去讲吼，那个爱巧时间爱巧足久吼，但是牧师愿意吼，将伊的经验伊的服侍，佮有伊的信用带来到伫咱的中间吼，请咱一定爱劳保吼，来认捌才会靠定吼，也愿上帝赐福牧师的服侍，佮有牧家因率只来要到伫台北中仑教会来服务吼，来服侍上帝。愿上帝大大纪念。伫遮我阁有一件代志需要来大家来说明吼，甲来表达教会的立场吼。伫咱后礼拜后主日吼是南神的奉献主日吼，因为前一站吼，旧年到现在吼，其实南神主日。新下院吼有发生一寡代志，因为各教会或者是兄弟姊妹所理解的资讯吼，都比较片段或者是有些很完整有些很片段吼，所以进前前我有甲小会来讲起着咱教会的立场吼。针对南神的奉献主日吼，咱教会吼，遮的奉献是表示咱对学校的神学教育的支持吼，因为行政或者是老师做事工嘛是需要教会的关心奉献甲带导吼。若针对学校所发生的问题吼，咱嘛是伫诚侪教会。具体吼，咱嘛是伫基督的中间吼，求主赏赐教育的智慧，来帮助学校吼，来解决问题吼，来处理代志吼。那嘛用基督，嘛用奉献吼，各自表达吼，咱所会当做的困难吼，甲支持甲关心吼。所以咱教会有缘维持后礼拜有南神的奉献主日，嘛请兄弟姊妹照恁家己心内的平安甲祈祷吼，来关心甲支持，安尼就好。好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坤白万罪性，互阮属伫你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无。弃嫌阮的有限，总是用你的圣心、甲你的真理帮助阮的性命。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使用阮，使用教会，真做活水的井，
将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的疼分享给这个世界。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来领受这款的调明，也恳求你，互阮有教育的开力甲智慧，通知阮会当安怎做，才会当互世间人，才会当互阮的信仰得到坚固，得到舒服。主，阮愿意学习同心，伫耶稣基督的名的内面，互相带导三体关心。伫阮兄弟姊妹中间的欠缺内面，阮用行动、用祈祷来扶持甲坚固因。特别也为着义兄兄、安慧姐，佮有宝金姐，因即马身躯会病痛，恳求主你的医治，甲你的帮助，也互因伫生命的艰苦的内面得到上帝的疼甲同在。为着阮教会信仰的起造，无论是伫神学教育的顶面，或者是主日，或者是阮的查经甲做兄弟姊妹的团契，阮仰望主你圣神甲你的真理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伫你的话语内面来学习，也真实帮助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上帝恩典的出口。通利益伫正人，通荣光伫上帝。也为着阮做外出工作旅游的兄弟，恳求主来保守因的出入的平安，互因伫工作或者是旅游中间，互因的心心灵拢得到满足。要为着你所想事阮的母亲台湾来祈祷，主，这是人徛起的所在。但是，阮伫即个土地也恳求主你的主权充满伫遮，愿你的平安，愿你的智慧，愿你的公义甲怜悯充满伫即个土地，互阮即个土地有人权、有自由、有平等，也会当真做好款待生命的土地。主要阁有侪的祈祷，被砍一摆你伫你的面前，求你。感动，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同心来吟上落尾的城市，吟诗煞请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信心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的心内，鼓励咱、帮助咱，互咱同齐来起造这个名叫做款待的水井，就是咱的教会。愿这份祝福对咱直到伫永世来无煞。阿门。
兄弟姐妹吼，咱休困到11点半吼，啊，就请咱转来到伫主